各位兄姐平安。在礼拜之前，提醒大家将手机关机或调整至飞行模式，谢谢配合。这时礼拜就要开始，请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请奏乐默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敬拜赞美。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平安。平安。今天我们喜乐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他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要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他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所以今天我们应当用喜乐的心开口来赞美他，好不好？我邀请我们兄姐起立，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来欢迎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哈利路亚。在我们敬拜之前，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哈利路亚！找隔壁的人跟他讲，我们要喜乐的敬拜神。我们要喜乐的敬拜神。哈利路亚！
们继续用我们喜乐的心，一起我们再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当我们赞美他，他宝座在这里，重担就可以脱落，全然的来歌颂他的名。阿门。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阿门。阿门。好不好？让我们更真、更棒的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阿门。神羔羊。
在你面前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才是我们一生所可以依靠赞美的对象。谢谢你，因为你的宝座在这里，看你的儿女们用喜乐的心、快乐的灵来到你面前。我们也相信，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全然把我们的重担、压力，我们一切所烦恼的都可以卸下来给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真实的动作，把它卸下来给你，把它卸下来给你，因为你要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就是要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来，要让我们能够更紧紧地抓住你，就是你已经为我们承载了一切我们所不能承载的。感谢你，凡来到你面前的，你应许你都要成全他们，按着你美好的旨意，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你的给他们重新得力，重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生命的美好。谢谢你，应许今天要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跟隔壁说，你的赞美神一定悦纳的。来，你的赞美神一定悦纳。阿门。也跟隔壁说，请坐，请坐。攻读圣经记载在启示录第2章1到7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民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我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的军委，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读经到此，接着要请喜乐诗班献诗，他们要献的诗是耶稣给你平安。
这时邀请本堂周牧师正道，他要讲的题目是忠心侍奉，寻回真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他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再造，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爱以及他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天天可以有更新，越来是越美好的，这是必然的。基督徒的每一天都相信，我不但今天很好，我明天会更棒，这是事实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好不好？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神对永光教会的心意。一起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礼，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例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请坐。从上个礼拜我们从土耳其回来，就有陆续来介绍我们在土耳其的所见所闻。确实我们教会有5位的同工参与在这其中，他在历史的土地上去挖掘历史的美好，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有请几位同工的分享大家的回应都是很棒的。那这次我再重提我们到底是走了哪里，然后今天要特别来针对以弗所来跟大家来分享注意有一台飞机会从地图上飞过去，有注意看不是看我，看飞机。好，我们就搭飞机12小时，然后来到的飞机的那个地点就叫做伊斯坦堡，过去叫做君士坦丁堡那我们搭飞机以后呢，当天就开始了一个行程。我们从别加摩，然后士美拿，在南下一直下来然后到以弗所，然后我们搭船4小时。你们有看到那个拔摩岛很小的，对不对？还画一个箭头，不是上面那个是下面的那个地方。然后有一条船就会从这里开开到那里这样当然不是那么远是从那个以弗所下来那边开过来，也搭了一趟就是4个小时。所以我们早上4点起床，5点搭船然后就看着日出，好漂亮的日出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这五位那我们的飞机来回是17000公里，那我们搭巴士3400公里而已啦就是台北到高雄来回就是10趟而已啦哇，真的是超厉害的，超强的感谢主。那上个礼拜没有介绍完，对不对介绍了到了这一张图你看人漂亮，不止人漂亮风景也很美，因为那是凌晨的时候，太阳刚刚要出来海平面的时候，我们照的5点多还没到6点呢，大家看到好漂亮，上帝创造了自然的美，所以睡不着觉，都在外面拍照当然我们这一张是经典的这是我自己说的其实后面这一张也不错啦，对不对对感谢神，那一天我们一天就搭船来回8个小时，真的是很棒所以大家充满了喜乐，都没有倦怠感，对不对看到吗？没有5点多的时候在船上所照的。那我们搭船是到哪里呢？是到拔摩岛的地方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在拔摩岛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故事就是老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岛，总共在那里待了1年8个月然后他就在那个洞穴，我们就去参观这个洞穴的地方来领受异象，主要把他所领受的异象记载下来。当然不是他记，是他口述，然后由他的学生来记载
那记载下来就成为我们现在整本圣经的最末的经卷，叫做启示录。那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启示录所告诉我们是未来神要成就的事情，而从当时候神对七间教会所说的话，也成为整个历史当中教会所应该领受，从里面得到鼓励、安慰，或者是得着那个一个方向可以前行的哈，这是很棒的哈。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就已经是离开土耳其，拔摩岛是属于希腊的境界啊，所以我们是出土耳其国进入到希腊国的里面哈。那这个就是要进入到那个洞穴当中。那这个目前它还是一个会堂，是东正教的会堂。那什么叫东正教呢？其实就是天主教。那在东欧的地方他们保留了那个旧约的法典，旧约的整个的信念，是天主教的一个支流，是在东欧所建立的所以他们自称是东正教。那在里面还是有他们的弥撒在进行那很特别，就是我们进到这里面的时候，大家参观完进到里面都不能拍照然后到最后我们有一个很大胆的，叫做谁呢？潘牧师他就开口跟管会堂的说：“我可以跟你照相吗？”那管会堂的就很高兴，看到美女要跟他照相他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野兽。所以呢，跟美女照相以后呢，当然野兽也要跟他们照相所以我就跟我也跟他一起跟潘牧师3个人照相那这一张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这一张在广会堂的左边那个地方是加盖起来，那为了要能够望弥撒能够宽一点，也参观比较宽一点然后所以那是你会看到那里有圣坛的地方，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布幕遮盖起来。那如果有做弥撒的时候才会把它打开那潘牧师的后面就是当时是多久呢？将近2000年前老约翰被放逐在这里的时候，就在那个洞穴里面，他有一个跪下来的地方，在那里祷告，有一个石头上刚好有一个小平台，就成为来记录他领受异象的一个书写的，好像石桌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去到那里，但是都不能拍照我们就透过跟广会堂的施恩，给他求一点恩典所以就有这一张的相片非常的棒当然野兽那一张我就没有放了啦对。那这个呢，就是我在那个地方有看到一个图框图像，就是把当时候老约翰领受的意象，然后画起来，我就自己把它买回来，不便宜，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很棒的，因为我相信神在旧约就开始启示，给人意象，给人看见他的永恒计划。那我也相信在新约，神也透过老约翰来领受，来写下了启示录。而今天我也相信神依然在对我们讲话，对不对？神依然要感动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所以我把这个照相起来这很便宜不便宜的，但是我把这个照相完以后，我就传给我们一起去参加的人，因为他们都没有买，只有我们2个因为买这个差一点点就误了人家上车的时间所以我们2个用跑的那个山坡跑到那里。我感谢主跑完以后我身体都 OK， 表示我心脏现在还是健壮的因为连潘牧师这个运动健将他也气喘如流对，那我气喘像蛙子像青蛙一样，那也 OK 了感谢主好，那我们出了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去到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安提阿的教会。那安提阿的教会
有记载是彼得有传福音到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个地方是圣彼得教堂，圣彼得教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景点，而它的里面有讲桌啊，然后有后面还有一个椅子哈那所以呢，这个整个礼拜教堂的最上面那个像就是他们就是雕刻彼得哈。那为什么叫做多一个圣呢？因为天主教都把这些使徒神格化，所以都会有一个圣，加一个圣，有没有？圣保罗教堂、圣彼得教堂、圣约翰教堂哈，都有的哈。所以我们也尊重他们，我们也称它为圣彼得教堂。那这个安提阿教会当然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保罗跟巴拉巴在这个地方安提阿教会被差遣出去向外来传福音哈。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基督的福音可以广传到世界，安提阿教会就成为整个我们教会历史脉络当中一个最棒的典范哈。你有看到一个全台湾最漂亮的那个女牧师吗？这不是我说的哦，你以为我自己说的而已哦，是全世界的人都有在讲。因为很多人他是牧师哦，怎么有那么漂亮的牧师？我想说奇怪，怎么女牧师都很丑嘛？这句不能录影了，应该都是很荣耀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的潘牧师是荣耀中的更荣耀。又看到他了，他没今天出去服侍所以还好。那彼得传福音到这里所以留下很棒的一个脚踪，而且把福音可以广传出去所以在1963年教皇就定这个是一个朝圣地，所以如果你是天主教徒去到希腊去到土耳其游览，大概一定会来这里朝圣的好，那接下来我就谈到以弗所。刚才我们有看到以弗所的那个图片吗？就是我们要搭船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就在爱琴海的最底下，就是那个图片的西南方，这是以弗所。那你看这个以弗所看起来这都是遗址，对不对？但是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富裕的城市，因为它跟爱琴海相邻，有一个海港，所以很多的生意人在这里出入所以当时候就是把它的这个用重建这样的那个图画，让大家知道说当时候的建筑物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的背后是图书馆。当时是多少？将近2000年前就有这样的图书馆，而且里面藏了12000本的藏书你就可以想象知识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因为有很多的生意在那里进出，所以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并且这个城市因为有一个他们是属于万神教的观念，所以有很多的神明那有一个女神叫雅底里米女神，就在这里那我们看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就是保罗传福音到这里，撼动了这个整个城市，因为许多人听到基督的救恩福音很感动，就来皈依。那你知道吗？当地的人很多都是靠着这女神的神庙来赚钱的因为那个神庙可以说当时候世界7大奇景之一那个女神是很多奶奶不是奶奶的那种的那个图我不给大家看也没有什么意思那表示它是多产的对不起我很难形容，所以这不是我的语言，你了解吗？OK 好，那在旁边就在旁边而已
他们有一个剧院就可以做25000人的剧院，而且那里还有神庙的那个女妓的特别的地方所以导游就说一个当时候的情形，就很多男生就跟太太说，我要去图书馆读书然后去图书馆之前，还没到图书馆之前就右转进去就是妓女院了，还有可以澡堂的地方去读书，然后1个小时以后就回家了。是他们有这样的情况真的因为包括他们的那个大马路入口都还有标签呢，标签现在有一些比较特殊场所都会发一些小传单，对不对？如果你到那个什么拉斯维加斯沿路都有很多，晚上的时候对，他们都雕刻呢，那个指标就是指标说这是找美女的地方真的还留下来那个遗址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淫乱的地方非常的昌盛。所以保罗把福音传到那里，撼动整个城市好，当时候圣经就记载把这一些神庙所发的书籍拿出来烧的，当时候的溢价大概就是5万元以上不是我们现在的5万元那你就可以想象保罗在那里对以弗所整个地方所带来的影响这是我们可以感受的当然我们在那个剧院当中我们就发起说我们来唱诗歌因为很多人就在附近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我故意不把声音给你们听因为我们唱的没有比大家好听就不用再听的。但是我们2个就主动的成为指挥在那里很感动的一个时刻了OK， 好，那到以弗所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特别去的，就是玛利亚的故居。我们圣经记载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挂念的母亲，对不对？他就把母亲托给谁约翰嘛所以当然约翰到哪里就带着玛利亚，所以约翰最后是临终在以弗所的地方，也安葬在那里所以玛利亚就有这样的一个考究，玛利亚就曾经居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会发现那是在山上，在很里面，跟市区离很远所以有很多我们这些游客会说，怎么可能玛利亚需要住在这里？但如果我们可以想象说，当时候如果你的孩子被定为政治犯，然后被枪杀死了，那你呢，是不是会成为众人所攻击的对象？所以耶稣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把母亲托给约翰，当然约翰就带着他，一定不敢明目张胆的在城市里面走动嘛，所以他理所当然会在山上来居住。我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去那里看，也很经历到说这是耶稣的母亲，耶稣如何的也疼惜他肉身的母亲为他安排后来的一切最后这个以弗所我们也去到这个地方，这是使徒约翰所埋葬的地方我也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在12使徒里面用一般话来讲，所有的人都不得好死，对不对？对不对？都为了福音，为了基督，为了福音，甘愿被吊死的，被切块的，被五马分尸的，被当作那个火柱烧死的，有没有？都是这样。但是神特别保留约翰，因为神疼惜耶稣所挂念的母亲玛利亚，所以约翰照记载，照考究，他是在94岁的时候才离开世上，被埋葬在以弗所的地方所以这是也很让我们很感动的所以约翰一生他为主拼命，他有传承
他的徒弟都是当代的教父伊格拉丢，对，其中一个名字还有坡吕甲，有没有？殉道者坡吕甲都是约翰的很得意的3个门生之一。这是我们看见。好，当时候我们去参观很多的教堂啦，还有这个修道院，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壁画。那这壁画后来才知道，原来当时候2000年前，很多人不认识文字，希腊文不认识，但是怎么传福音呢？就是透过画画来看图说故事，然后把真理教导下去。很简单啊！你们如果已经认识这份信仰，你看这张图，你知道这是什么，对不对？这是什么？如果第一堂看过的就不要讲了，给他们猜猜看啊。OK， 这是什么？最后晚餐，对不对？标准答案。我们有3题哦。如果你自己看，你得几题哈 ？OK 哈。来，在第2张图这个是题目你们觉得这是在说怎么样的故事？一定是圣经故事嘛？你第一堂有没有听到？你没听到哦，那厉害哦。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因为他讲的不是很大声我也不要让他讲很大声。后面有人知道吗？这是什么？对，变相改变形象，对不对？耶稣带着他的3个门徒，得意的门徒谁？彼得、约翰、雅各，对不对？然后到比较平原的山上去那他们在那里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耶稣就变相。那有谁来呢？摩西跟以利亚同时显现，在那里谈论耶稣未来的事情，神国的大事那我们看彼得就有看见这异象的时候，跟耶稣说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加罗赫嘞，对不？那你就帮你亏我们就搭三个皇宫给你们住好了，有没有？耶稣说不是的，因为神的计划就是怎么样，要他走向十字架的那苦路所以当这个变相以后，我们看耶稣下到耶路撒冷，就开始经历他最后1个礼拜的那受苦的道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答案你猜对了吗？最后一题来看到这个是什么？第一堂有看过就不用讲了看得出来吗？我提示一下，中间当然是耶稣，对不对？那左边的是他的门徒跟随他的，右边的那一些不是跟随他的。那你看他们有拿那个小灯具，对不对？是表示是晚上对，快要猜对了克西马尼园的事件，对不对？那耶稣旁边的那个把手放在耶稣的心窝的那是谁呀？犹大，对那是犹大那是怎么样？叛变的犹大啦。这是叛变的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这是当时候他们就是透过画这些图像来说故事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了解也许现在我们也用过图像，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追寻里面。我们真的是在谗言的当中来在寻找基督信仰那这个寻根的例子对我们来讲，我们感动很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谈到的是启示录，
耶稣基督怎么样对启示录当中的以弗所教会，他给予他们的他怎样的话，我相信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体会哈。那我在领受当中，我发现在启示录神对7间教会，7是一个完全在圣经里面表达说神对教会的心意，神对那神所喜悦教会的心意，在7间教会当中来诉说、来陈述。那每一间教会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去看也发现整个地理环境都不一样。好，所以你看，就台北跟高雄差330公里左右，那整个地理跟人文会完全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到那里去，每一间教会至少都是差300公里以上的。那地理人文不一样，但是神对于那间教会就有特别不一样神的计划跟旨意呢。这很特别哦。你我不一样，但是神对你我有没有特别的旨意？有。神对你的生命的旨意跟安排，会对我的旨意安排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领受他的恩典、祝福、救恩，而能够成为他的见证，这是共同的一个目的。但是神在成全我们的过程，以及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恩赐，或者是或者是所谓的才能，都不一样，对不对？神没有要求你们每一个人来永光教会的都要跟牧师一样，要弹，要刷2把吉他看看，如果不能的就不能来永光教会，没有。对，因为神给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所以我就发现永光教会，如果神在这个时代兴起我们永光教会，然后建立是在永和中和的地方，那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面对环境，面对这时代我们的国家政治社会的议题，一定有神特别的旨意计划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想的是，我们有没有走在神的计划旨意里面，包括你个人，这是我们思考的，我们可以思考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是你个人还是教会，或者是你的家庭，神有一定美好的旨意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然后重要的是，你知道吗？你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了吗？你知道那方向，你走对方向了没有？这是我们必须要来反省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你跟隔壁说，永光教会有神的应许跟使命。来，对，所以牧师我也不断在反省，神既然有应许跟使命在这当中，那我是否能够真的带领弟兄姐妹走上这应许？因为唯有走上这应许，我们才能够领受这应许所带来的祝福，才能够按着这应许来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使命，来完成它。这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哈。所以从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或者肯定，我们可以也重新来检验教会跟你我信仰这个区块。好，我们看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自我介绍，他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耶稣这样自我介绍哦。那7星跟7个金灯台都是预表教会。那你就可以来想象说，原来我们的主他是行走在各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包括现今的教会、过去的教会以及未来的教会，我们的主都行走在这其中。这行走在这其中告诉我们什么？主宣告他的权柄。教会我们称他，基督是我们教会的什么？头。我们是他的什么？身体。然后我们弟兄姐妹是他的教会的肢体，来共同建立永光教会，属上帝的身体哦。所以这样的话，教会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掌权，来赐能力给我们。
所以主说，那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着，在天上也要释放。神既然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就应该运用这个权柄，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所有当中。因为我们记得这权柄不使用的话，那这权柄对我们就一点用处也没有。那如果你知道你有这权柄，运用在你的服事、你的工作场上，那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带着有神所给你的这个权柄，能够来做宣告。所以你就不能随便骂别人了，你就不能随便批判别人、咒诅别人了，因为你的话语带着能力的，而且你要交账呢。就像我们教会到主来的日子，我们依然要交账。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教会过去的历史当中，都一直可以荣耀你的名，而且每一个世代你所带领来的弟兄姐妹都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叫你的名在这里得荣耀。这是我们教会应该扮演的角色，也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所以主跟以弗所教会怎么说？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因为你知道他们是虚假的。哇，我们看神赞许以弗所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很劳碌的，很愿意来服侍神的。他们也知道说怎么样用信仰去分别善恶他们明白，如果愿意悔改到神面前来的，神一定给他们机会，但是不容许恶人在教会当中来当道。哇，我们看以弗所的教会，他们知道那所谓自称为门使徒的不一定是真使徒，要经过考验。怎么考验？看他所讲的、所行的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有时候我们是用自己的经验或者社会的那一把尺来量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错误的。如果你要量教会是我合神心意，很简单，你把圣经拿出来，圣经怎么教导教会怎么建立，教会的使命在哪里，教会的目的在哪里。如果你用这个再来衡量我们的教会，如果哪一些我们不足的、缺乏的或者忽略的，那很棒，我们一起来再努力把这一些建造成一个真的荣耀有大能的教会。但是你不能用社会的方式来看待教会，因为教会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看牧师在永光教会也将近20年，在这当中也有信徒同工进进出出，那求神怜悯。如果在这当中愿意委身，愿意谦卑下来，愿意看见神心意在这里如何的带领我们永光教会，那在这里的服事，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应该把握这机会，好好的在这里建造神所荣耀的教会。怎么建造？透过同心合一才能建造，这是必然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同工到一个阶段，他不得不要离开这里，我们也祝福他，因为只要他信仰不跌倒，他去到哪里依然可以重新建立他服事的位置。但是我相信那是要重新，不会把这里的服事带过去就马上可以怎么样，是不可能的。因为神量给每一间的教会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特质特点。这是我所经历、我所看见的，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愿神帮助我们鉴察我们的心，叫我们看每一件事情，也包括你服事的位置，都是真的以神为中心，是为了荣耀神，尊主为大，不把自己看为第一，那才是服事该有的一个态度。好，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永光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医院有医院的设立的使命，对不对？跟目的。
公司有他公司设立的使命跟目的。一个公司最后都会说他怎么样来保护这大环境，有没有？怎么样照顾人群，对不对？要提供这福祉，让这些员工能够享受在一个很同等的一个对应的这一些的福利，让他们能够成家立业，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本分。这是理所当然。那我们也要看教会是不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所以很简单，教会有没有为抢救灵魂来热心？没有。教会有没有让人得救来欢悦？没有。有的人甚至同工会认为说，我们永光教会空间有限，人就可以容纳这样就好，所以呢，我们就不要甭想再怎么样，我们这空间就够了。不，你想神的心意会是这样吗？是让我们在这里很享受、很安逸的这个环境吗？我相信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这样。如果神应许我们，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再为他建造更神奇、更荣耀的殿堂。如果神应许，就看我们是否同心合一了。这才是神的心意，因为抢救灵魂，使人得救，这是我们的本，我们应该要做的。而如何怎么能够达到这一些？当然，我们要经历成全圣徒，合乎主用咯，就是装备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上更扎根，更明了神的心意，更知道说怎么谦卑来服侍神。而当我们装备好，才会成为合神所使用的器皿。如果器皿不洁净，你会再拿来饮水炒饭吗？不会的，你一定要把它洁净。那这个洁净的过程要不要付上代价？必然是要咯，必然是要。不仅你们要付上代价，连牧者我们为了要装备大家，更成全圣徒，我们更要付上更加倍的时间、体力，为了就是要成全大家。所以这是我们愿意摆上的，我们愿意摆上的。那如果你看见神的对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我相信你会在你的生活里面把优先顺序就很清楚怎么样去分别出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忙啊，没办法了，这个培育啊，以后啦，退休的时候不，什么时候退休？很简单，就跟我妈妈一样，昨天她躺下来了，那才叫做的真正的退休。基督徒就是这样，他到最后一刻还在为神做见证。这是我所学习的，真的是我所学习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我们真的要坚守那纯正的基督信仰，是纯正的，不掺杂社会的观念、价值观的。不，我们要以纯正的，怎么样纯正这基督信仰？又是回到圣经嘛，又是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因为唯有神的话是真理，是亘古不变的。这是你我所要坚守的一件事情。第二，我们看见耶稣除了来赞美以弗所教会，他也有对以弗所教会有所责备哦。哇，我们看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教会不是一个很热心服侍神的人吗？不是很坚守真理的吗？人吗？的教会吗？怎么会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呢？哇，这个也会让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吗？真的哦，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服侍神，原来知道说我服侍神是为了荣耀神，为让主的心意满足，为愿神来成全我，来成为他祝福人的一个管道。但是到末了，我们反而是以事工为中心，忘了我们应该以尊主为大。有时候我们还会以为应该要教导比较多，却忘了说应该出于爱更重要。这是我们不断要提醒的。
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是一个极大的严重的问题，是不是？有人说，如果这世上把爱的东西舍弃掉，那人是非常残酷的人，对不对？那我们耶稣提醒以弗所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备，他说是责备哦，不是提醒，是一个责备哦。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愿神帮助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也爱这间教会，要这间教会回归到原本那一份的感动。所以他指明了，那你要回到神所喜悦的道上，有三部曲。第一个就是你应当回想，应当回想，回想什么呢？回想你起初的那一份的感动了。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来教会的第一次，你听到诗歌的那个感动流眼泪？你要记得这个。你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你总想到说，对呀，当时我第一次来听到这个诗歌我即便不会唱，但是就是一直感动流眼泪。或者你第一次你有感受到你跟主祷告的时候那个迫切，哇，那一份的感动，那个眼泪，你记得吗？你要记得，你不要祷告久了就好像习惯性的一种祷告，交代式的祷告，不行。你要重新把那一份感动回来。因为你第一次会流泪感动，是因为你知道上帝就在你的前面听你祷告。而多少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忘了上帝有在前面。这是要回想你的过去，回想你的过去，回想你受洗的时候那个感动，回想你第一次领圣餐的那个感动。主啊，你真的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吗？我的罪都被你赦免了，谢谢你。每一次我勇敢说，每一次我领受圣餐，我都会回想我18岁第一次领受圣餐，是在顶金教会的，顶金教会还在改建的时候，在那个托北亚的礼拜堂里面，我在那里坚信里第一次领受圣餐的那一份感动，那份感动，我一直坚持的，我要紧抓的那个感动，因为这是我跟耶稣基督最亲密关系的时刻，我要把这个感动一直放着，所以并要悔改。悔改是什么？如果过去有忽略了，我遗忘了，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主啊，你怜悯我，我已经忘了那个祷告的感动，我在祷告里面的确信我已经忘了。不，你要重新悔改在神的面前，那行起初你所行的，就是当你第一次领受到这甜美的一个猛虎的一个很神秘的经验，就是你跟神的关系的那种经验，你就是重新要回来，把那一份感动找回来，而且把那个行动重新的不断的 copy 重复，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弟兄姐妹，这是主怜悯以弗所教会对以弗所的教会的责备，以及给他们方向，怎么样重新回到神喜悦的道上。所以感谢主，找回起初的爱跟感动，这是我们必要每一天做的，好不好？你跟隔壁说，你一定要找回那起初的爱跟感动。对，这是必要的哦。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第一次的那种感动，你一定要紧抓住，紧抓住。到底是谁跟国宾长老讲的？说他预备要去参加这个细胞小组的聚会，他读牧师的讲道篇读50次的那个，我不晓得是谁。但是你那个感动，你一定要留着，继续留着。即便现在不必读那么多次，因为牧师写讲道篇的那个用词，你大概熟练了，至少你还要继续延迟10次。那个是谁？我再来问国宾长了。把那个起初的感动继续保留下来，我相信那是蒙福的，那是神所喜悦的，那是你可以不断被神所提升，你应该要做的，而你做到，神就提升你的。阿们。所以愿神让我们有清楚的看见。所以最后我们看主对历世历代教会的一个警告，就是什么？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2000年前老约翰所领受的这个警告，耶稣对教会的警告，当我们去到土耳其的时候，我们发现那灯台真的被挪去了。那灯台真的被挪去了。挪去哪里？从那里亚细亚挪到欧洲去，然后现在有一些的教会的灯台在欧洲也不见了，因为神挪到美国、加拿大去，神挪到台湾来，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若不悔改，神临到我们当中，会把我们挪去，会把我们挪去。所以我不得不跟主说：主啊，你怜悯我们台湾的教会，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代一代真的能够把信仰传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的信仰比我们更棒，而且更能够领受神更大的祝福。这一代一代会更棒的，这是我的宣告。若不然的话，可能2000年后不晓得从哪里来，也许外星人吧，从哪里来到台湾，再找台湾2000年前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遗址，找永光教会的遗址。很严肃的问题，这个警告也警告我，也警告我们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因为主说：有耳听的就当听，顺服的就蒙神的祝福。阿们。这是我们所要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把那起初的感动跟爱心更多的挪回来。所以你跟隔壁说：我钟爱神，也超爱你。阿们。好，再跟另外一个人讲好不好？后面的讲也可以，来多一点的。对，这是必要的哦。好，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约翰一书4章7节。再一次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这也是老约翰所留下来给我们的，叫我们多多的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我们有爱，就是因为我们是神所生的，因为神用爱来创造宇宙万物一切，也用爱来创造你，就是要你把他的本质，那爱跟怜悯的心，更多的能够彰显出来。因为你爱的彰显，就让人更认识这位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以爱做出发点，不是像一些的神明是用恐惧让你害怕做出发点，是全然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神，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我们的神，因为他就是爱。阿们。好不好？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请我们大家起立。赞美神就同在。
神的作为就在这里。阿们。以信心宣告未来，赞美神就同在，以盼望搭建时代，赞美神就同在，把眼光收拾起来，定焦耶稣的爱，以赞美充满胸怀，绽放神的光彩。只要赞美，再赞美，天堂就为我开。只要相信，再相信，道路就不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的门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不起来。跟着动作来哦，来哦，预备来。脚掌动动节拍，双脚左右摇摆，双手微微张开，下巴拼命示爱，手掌马上呼喊，心情飞扬起来，公开心态离开，全人献上敬拜，脚掌动动节拍，左右摇摆，双手微微张开，下巴拼命示爱，手掌马上呼喊，心情飞扬起来，公开心态离开，全人献上敬拜。只要赞美，再赞美，天堂就为我开。只要相信，再相信，道路就不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的门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不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的门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不起来。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掌，把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宝座拉来到永光教会，在台前你坐下来，你翘着你的腿说：“孩子啊，我享受你对我一切的赞美。”阿门。因为我为你们所预备的福分，就是给你们的，就是给你们量身定做的。谢谢你，让我们永光教会是充满赞美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是充满祷告带着能力的基督徒，也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为我们永光教会量身定做，要成为你呵护的器皿，在这时代为你好好的发光作盐。阿门。谢谢你继续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宽广，单单注目于你，单单享受你的爱，阿门。也让我们活出你的喜悦，你的赞美，你的更新。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跟隔壁说，你的赞美真的超棒的。阿门。赞美赞美真的超棒的。感谢主，请坐。准备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道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我
姐请坐，事工分享。兄姐妹平安，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哈。来，请我们来关心我们教会的这些的事工。感谢主，我们第6期的门徒班在礼拜6早上，就是昨天的早上，已经来完成共10课，他们结束了哈。那有按着这个课程来领受、来学习的，总共有15名来结业啊。我们相信这15名对他们整个生命的建造跟信仰的体验更进一步的来领受。那他们继续会进入到领袖班来完成整个我们永光教会的培育系统哈。所以感谢主，我们为他们来感谢，也求主继续引导他们。幸福第7周，这是我们幸福小组的第7周。那也谢谢这些同工，他们认真的摆上哈。有一些甚至他们有新朋友 best 来了4个、5个、6个都有，但每一个礼拜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我们在信仰里面就相信，每一次只要他来，有来1次也好，来2次也好，神就把这福音的种子透过我们的同工的预备，已经撒在他们的心田上。那什么时候要发芽结果，我们期盼是很快的，最好是12月1号，这些人都能够来受洗了。但是这是神的心意，也按着他们的需要，会继续带领他们哈。那我们就尽我们可以做的来完成哈。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些同工他们很喜乐，很享受在这样的一个传福音、领人归主的过程里面哈。好，那今天我们礼拜晚要召开圣诞节庆的第2次筹备会，那我们会在第几教室？B2 吗？B2的教室哈。那因为我们接下来下午还有这个健康讲座，所以我期待这些同工参加第2次筹备会的，你带着你的便当就到 B2， 然后就祷告完，你们开始吃便当剩的我讲，安尼就可以好，我就看你们吃便当，然后就把这些我们圣诞节的这些到目前情况的，能够回报一下给牧师知道。然后有一些要补强的怎么样，我们就很快的时间，牧师盼望在半个小时以内我们这个第2次筹备会能够结束，所以我们期待1点半的时候健康讲座，这些人都可以参加哈。那因为牧师下午还有那个北部大会的重要会议到明天晚上，所以我会提早离开让同工知道哈。OK 好，那下礼拜是我们1年1度的感恩节，是带着感恩回到主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请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感动的话，你就按着神给你的祝福来回应神哈。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有感恩节的奉献。那建堂的小猪的下个礼拜你觉得你说这样大概可以的，你就可以拿回来哈。拿回来，我们一起在这里献为感恩之祭来回应神的祝福哈。OK， 那我们12月的1号就是第1个主日，我们要举行圣礼典，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来预备心来跟主同桌来领受圣餐。那幸福小组我们小组里面还没有受洗的，或者你认识他已经到教会有一段时间的，在这个信仰他需要进一步的我们推他一把，能够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话，我们不强迫，但是我们要积极给他这个受洗单，让他自己来决定。我们也为他祷告，我相信这是对他跟他的家庭家族一个极大的祝福哦。我们要有所行动，那结果怎么样，我们交给神，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让圣礼典我们看有很多的这些新的果子来归回到主的名下哈。好。我们原定在12月7号要举办全教会事工的研讨会因为有一些的事情需要调整，我们提早1个礼拜，在11月30号9点半在4楼，所以我们请这些各部的事工计划、财务的计划，以及各组织
各牧区请你们能够尽早能够提供出来哈。那今天早上潘牧师有到台中建行教会为台神的奉献主日来请安讲道，那下午他也为建行教会的这些长职那个是执事的职长职同工来培育课程的研习来做分享所以我们也为他在台中的服事跟他回来的行程来为他祷告好，那牧区的消息就是今天1点半，我们国宾跟修航牧区他们办的这个你存够股本了吗这个银行的那个数字大家很关注，但是股本也要注意了所以盼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下午等一下就到附近吃个简餐就可以我们吃太会超过时间但是隔壁吃一下也让他们拼经济一下。你要去，你一定要说我是永光教会的，有没有然后过半年我们就可以跟他签约了。如果报名那个通行密码的就可以打9折，有没有？我们在努力这件事情了，真的有一些商家就可以但是怎么样做，我们这个还没想所以大家去我是永光教会永光教会这样让他们说原来礼拜天都是永光教会在捧场对，我们就好说了OK， 好，我来报告我妈妈的事情我妈妈在上礼拜1的时候礼拜天晚上大哥就决定要送她到高雄荣总来急诊室那因为她的呼吸道后来检查知道她的呼吸道有感染所以礼拜1大哥就通知我，那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预备，所以我到礼拜3下午把事情都弄好了，干事也知道我在忙什么弄好了以后我就急忙跟潘牧师开车回到高雄。那感谢主那天晚上我们从台北然后回到荣总，我们开的是我没有超速我开的时间是3点40分就到了，所以我11点十几分就到荣总就看妈妈那天晚上我大嫂在看妈妈，其实他们都睡觉了。那我知道我一定要叫醒我妈妈来，因为妈妈最期待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脸。然后第一句话，她过去第一句话会讲的，哇，你的嘴齿还水这是我妈妈最近跟我的对话那天晚上，因为那天其实她都没有清醒。但是我们回去，我跟他说妈，新年回来阿英回来阿妹嘛回来看你呢，你无天一目睭我看一下妈妈，他就张开眼睛了，真的张开眼睛看到我们，他想回应，但是没办法，但是他知道，我们知道他的那个动作，就知道他知道所以那天晚上我们跟他有一些的对话，停留在那里45分钟，因为已经到晚上12点半了，所以我们就只好回去休息。那隔天，我们兄弟跟我大姐4个人都到齐，所以我们就跟主治医生来商量。因为礼拜1到礼拜3，主治医生一直跟我大哥跟卢说，第一要穿刺，第2要做心导管，然后第3还要吞胃镜。我说我大哥说他95岁，他95岁医生好像都听不到95他只知道说要做这一些这样。但我哥哥坚持，但是医生很凶真的，我大哥真的这样形容那一天我们兄弟都到了。我大哥说我们都是我3兄弟都是牧师所以我们妈妈也交代说不要给他做侵入式的，因为他95岁了。但是他好像听不进去然后到我们3兄弟到，那个医生整个态度完全改变，他就用他的电脑，他在他的那个办公室用他的电脑给我们看，
他说昨天指数是一切都很正常啊，礼拜一到礼拜三都很正常啊，到礼拜三晚上，就是我看他完以后，到隔天礼拜四早上，整个全部的指数都拉高，好，那有一个但是什么100多，然后升到5000多，5800多哈，对，他告诉我们，他所有的这些4个东西，其实每一个都可以都可以让他离开了，但是他现在还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说对啊，那怎么办？他建议就到加护病房去，那时候才进加护病房，好，给他就是医疗的这些药物的治疗这样而已哈。所以，礼拜五早上，因为他礼拜四下午晚上进入加护病房，礼拜五早上我跟潘牧师就11点去看他，就跟他 say goodbye， 说我们要回台北，因为有护士这样，好。那一路回来是流着眼泪在开车，但是又真的很危险哈。但是回来我们就开5个半小时，对，他就回来以后，那因为昨天我们台北中会办桌球在真理大学，所以按照这个计划，本来我是要自己开车去，然后礼拜五神就感动我说，可能你不要开车，所以我就请国宾长老，他刚好有一个位置，我就搭他的车去。那昨天在比赛的时候，第1场我们跟中央教会，比赛的时候已经打第5点了，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第5点？打第5点的时候，我接到电话，因为我排是打第6点，跟国宾长老我们双打。我大哥就说，医院要他赶快过去。因为他量不到妈妈的血压，我看时间是10点11分，所以国宾长老就载我直接到捷运站，我坐到台北车站就直接搭高铁，我穿着运动服哈，这平常不是我这样的装扮，但是我就搭高铁11点31分的，然后10点31分的，对，那我到高雄就是1点05分这样，但我的妈妈，因为大哥接到这个紧急通知，而我大姐跟大姐夫礼拜四跟我们一起在那里看，他还留在台南神学院住在那里哈，所以他们就10点半就按时间去，刚好有这样的紧急状况，所以我大姐跟我大哥，他们2个夫妇，2对夫妇就进去，唱诗歌给我妈妈听，然后一起祷告，一起赞美。那到10点48分的时候，医生就说妈妈的心脏已经停止了，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就被主接回家了。我在高铁上，也刚好是运动嘛所以有毛巾，就蒙着毛巾一直哭到睡着了。到台中的时候想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要拿我的电脑，才发现我忘了拿我的电脑，我电脑放在真理大学，我联络他们，他们都在打球，所以都没有手机，我只好联络其他的主办的牧者，他就说我的电脑真的是在那里，所以这样一路走来，我感谢主。昨天晚上，我回到家也7点半，但是，还是存着感恩的心，因为我妈妈90岁就跟我们说，她跟主求一件事情，就是让她不连累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在服侍，我3兄弟都是牧者，都是牧师，所以她说她不连累我们，她求主一件事情，就是让她能够在睡觉的时候被接走。那你看我礼拜五晚上回来，晚上我跟大哥说，你再去看，有任何状况一定要告诉我。他说一定都很稳定，跟白天的事情一样，都是很稳定的，没问题的。但是没想到礼拜6早上，神就安排了10点48分把他接走了。
对，所以这个过程就按着我母亲对神所求的最后一件事情，让他能够在睡觉，不干扰我们的服事，让他可以回家。对，其实我也预备好，如果是今天早上，我还是要服事完才能够回家。但是妈妈知道我们，体恤我，在我们家庭会议的时候，大嫂都对所有的家主人说：“你们都知道，妈妈最疼阿颖啊，而且阿颖啊最懂得妈妈的心，所以告别式应该顾人略历，应该给阿颖啊来念来说这样。”我感谢主哈，是妈妈一直就害怕她离开我会崩溃，潘牧师也一直会有这样的。过去他知道我跟妈妈的关系，但他90岁，就5年前，我就跟主说：“主，我把妈妈交给你了，哪一天走，求你怜悯我，让我能够凭着信心继续服侍下去，而且是有他的精神跟我同在，因为他是我属灵，我亲生的妈妈，也是我属灵最棒的妈妈，她没有一刻不为我祷告。我清楚，我能够服侍，完全是妈妈在背后的祷告。就像我能够回头，从她的眼中浪子成为牧师，这对她来讲是一生最大的安慰。所以我感谢主，谢谢大家。因为妈妈是鼎金长老教会的名誉长老，所以昨天跟牧师有谈过这些的事情。那他们已经会用教会这样的规格来礼遇我的妈妈，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继续会再安排。所以也已经确定就是12月7号，因为亚伦亚拿，我跟我的弟兄姐姐讲说，盼望能够他们也能够回来见妈妈阿嬷最后一面这样，因为他们也不断的在那里哭哈。对，那所以我们决定让亚伦他们能够提前12月3号回到台湾11月4号，好，他们8号的在那里有教会邀请他们的服事，就叫他们延后了哈。所以那一天8点入殓礼拜，那1点半是告别式，这是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也继续为我们祷告。我相信神给我是一个充满信心、刚强的力量。所以我昨天还在害怕，我今天不晓得有没有办法讲到，但是主说可以的，说我可以的，因为我妈妈最喜悦的就是我能够服侍她，所以我把眼泪流到这个时候。感谢大家哈，我一并这样讲，你们就不必再问了，对不对哈？对，我就不用放录音带。谢谢大家这么疼惜我们哈。我早上一大早也接到一位姐妹给我的 line， 对，她也因为过去我也常讲我妈妈的生命故事跟我的关系，所以她也很知道妈妈对我的生命的重要，所以也谢谢有一些人真的用很安慰的话在扶持你们的牧师，这是我要感谢的哈，因为你们的支持，我相信我们的服事会更棒，会更荣耀神。因为虽然神把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属灵的母亲，为我常年祷告的母亲带走，但是神也会兴起更多的为我代祷的人，成为我背后的力量。谢谢你们。OK， 我把这件事情缘由也告诉让大家知道哈。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要来代祷的哈。就是秀友的先生志忠，以及我们美福哈。那美福他是因为在礼拜5，他晚上11点半要搭飞机去菲律宾短宣，但是在那个早上，他发现他的手、他的脚的这个膝盖的关节肿胀的很大，那个相片我看好大的一颗哈。所以妈妈爸爸就下去去看，然后把他带到医院去哈。然后我们害怕的是是
蜂窝组织炎哈，但是感谢主，最后检查是韧带哈有受伤这样。但是他坚持哈，他说他一定要去宣教，因为他已经预备很久了。我看这孩子也很乐意做服事，可以去帮助别人，影响别人。所以我们也特别为美福来祷告。他几天整个行程有几天？8天的行程哈，就是礼拜5晚上去嘛哈。那我们就让他就这个礼拜6他才会回来哈，让他的行程都能够顺利。他的脚不会影响他的服事的，而且有更美的见证。阿们。好，这是我们相信的哈。因为要服事一定有征战哦，那我们靠主一定可以征战得胜的哈。OK， 我们继续为以琳的儿子哈奥斯卡来继续祷告哈，感谢主哈。好，还有义慈的婆婆世梅姐，阿个 Kio 还有雪慧姐明天要开刀这个膝关节哈，我们为她祷告。那约翰、钱一兄以及玉女跟丽丽这些名字我们常在脑海中，我们也想到，就继续为他们祷告哈。OK， 好，我们欢迎今天其中有带新朋友来哈，点印哈，对不起哈，换点印在哪里呢？在那里，请他起立好不好？点印欢迎你哦。好 ，OK， 有资料吗？我来看一下，但是我没有眼睛，看不出来。好，点印他也是室内设计师哦，感谢主哦。他住在树林哈，不会很远，对不对？搬过来了。哇，那很好，感谢主哈。我想树林都不远了，这里就更近了。欢迎你来哦，好，欢迎你来。好，还有碧文是慧燕所带来的哈。来，碧文在哪里呢？来，碧文，欢迎你哦。哇，好，他住在安平路，就后面嘛哈。哇，很近哦。好，欢迎你来。还有吴如曼姐妹，也是慧燕的朋友哈，卢曼姐，欢迎你，嘿。好 ，OK， 好，我们对这些新朋友3位哈，一次欢迎。对，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家人彼此的扶持，彼此相爱我相信你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神对你们的祝福，跟给你们一个更棒、更美的道路哈。OK， 那我们有迎宾的团队，等一下要请你们带着你们的东西到楼上，我们有教会表达一些心意，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大家哈。好，那我们现在就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彼此来祝福。祝福你。
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他大能的膀臂扶持的你们，也把厚厚的恩典赐福你，在跟你的家庭以及你所工作服侍的地方。更愿神的能力加添你们，叫你们活出他美好的见证，引人归主，把荣耀颂赞都归到父神的名下，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敬拜暂时到这里，请坐。愿神继续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